你最近是毋是和韩国的流行歌洗脑到有一点仔烦啊？今仔日来介绍台湾本产的好音乐，伊有得到国家金奖的肯定，传唱国际，一出声就当牵着你的灵魂，绝对怀念，绝对大家拢会晓唱，已经流行超过1甲子的恒春民谣。香啊！等下啦，先莫走啦，我是认真的啦。11月24日礼拜暗时6点，请准时收看公视台语台老先仔讲透机，看国宝级的单音艺术安怎把恒春的人文历史、甲风土风物融入伫歌谣内底，透过念歌，把恒春人的生活记录落来。感受乐团是安怎干那用2条弦来弹唱特殊的恒春民谣。若是时间未拄好，嘛会使伫网络顶悬看哦。